我们呢学使徒行传呢，我哋要學習使徒行傳。我們看使徒行傳的時候，我們都要背一個經文呢。喺我哋睇使徒行傳嘅經文嘅時候咧，我哋都要背一段嘅經文嘅。一個就是使徒行傳第1章8節的經文。就係咧，係使徒行傳1章8節嗰段經文。那麼讓你們背，還要考試嗎？咁啊，叫你哋背，你話需唔需要考試咧？要。可能有些人已經背。可能咧有啲人已經識得背啦。有些人還沒有背。有啲人咧就未背過。無論怎麼樣，我鼓勵你們背這經文。咁啊，無論係點樣，我都係鼓勵你哋大家咧係背呢一段經文㗎。好，一起背或者一起念一下。我哋可以一齊嚟背或者一齊嚟念。好，開始。但聖靈降臨在你們身上，你們就必得着能力，並要在耶路撒冷、猶太全地和撒瑪利亞直到地極，做我的見證。好，再來。但聖靈降臨在你們身上，你們必得着能力，你們並要在耶路撒冷、猶太全地和撒瑪利亞直到地極，做我的見證。這使徒行傳第1章8節的經文呢，開始成就了。咁啊，呢個使徒行傳1章8節咧個經文咧開始成就啦。這使徒行傳第1章8節的話，誰說的話呢？咁啊，呢個使徒行傳1章8節係邊個講嘅説話嚟嘅咧？門徒說的話嗎？係咪門徒講嘅咧？不是，唔係。耶穌親口說的話。係主耶穌親口所講嘅。所以耶穌說的話，在教會的歷史裡面呢，而且今天的經文裡面呢，已經開始成就了。所以耶穌所講嘅説話喺教會嘅歷史已經係成就啦。耶路撒冷的信徒因受逼迫，分散到猶太和撒瑪利亞地區去了。耶路撒冷嘅信徒咧，因為受到逼迫而分散到去猶大同埋撒瑪利亞地區去。其中一個人呢，腓力在撒瑪利亞傳福音。咁啊，其中有一個人咧就係腓力，佢喺撒瑪利亞嗰度傳福音，結果非常成功啊！佢傳福音嘅結果咧係非常之成功噶。聽那裡的消息，彼得和約翰被差派去那兒。咁啊，聽到呢啲消息嘅咧，彼得同約翰咧就被差派去嗰度啦。目的是什麼？咁啊，佢哋嘅目的係乜嘢咧？要叫他們受聖靈啊！就係要佢哋咧係受聖靈。他們到那兒給他們按手禱告。咁啊，佢去到嗰度咧就為佢哋按手禱告。果然，撒瑪利亞的信徒也經歷被聖靈充滿了。咁啊，果然咧，撒瑪利亞嘅信徒咧喺嗰度經歷到被聖靈充滿啦。之後，跟住咧，使徒行傳把腓力的福音事工繼續給我們介紹。咁喺使徒行傳裏面咧，佢將腓利嘅傳福音嘅事工咧，係繼續為我哋介紹噶。腓力是7位執事當中的一位。腓利咧係7位執事當中嘅其中嘅一位嚟噶。但是腓力還是有傳福音嘅恩賜的。仲有咧，腓利係一個好有傳福音嘅恩賜。傳福音的。係傳福音嘅。或者傳福音者。或者係傳福音者。英文說是 evangelist。喺英文嚟講咧就叫 evangelist。所以腓力就是 evangelist。所以腓力就係 evangelist。因着他的福音事工，有一個埃提阿波人呢。因着佢嘅傳福音嘅事工，咁啊有一個埃提阿伯人，又是個有大權的太監呢。而且咧佢係一個擁有大權嘅太監。埃提阿波就是舊約聖經裡面說古時。埃提阿波就係舊約聖經嚟講咧係古時。用現代的就地名來說呢 ，Ethiopia。咁啊，用現代嘅話嚟講，呢個地方咧就係Ethiopia。換句話說呢，他是黑人呢。換句話咧，佢係黑人呢。佢係黑人嚟嘅。而且他是一位太監。而且咧，佢係一位太監。他接受耶穌而受洗了。佢接受咗耶穌而受洗。埃提阿波的太監呢，接受福音而成為基督徒有特別的意義。
咁啊，一個阿提亞法嘅太監而接受咗福音，成為基督徒，係佢裡面有特別嘅意義。福音的門是向所有不同皮膚的民族和不同身份的人打開了。咁啊，福音嘅門咧就係向所有唔同皮膚啊，或者宗教啊、唔同身份嗰啲人咧係打開咗啦。舊約聖經裡面呢，禁止太監類似的人加入信仰共同體的。喺舊約聖經裏邊咧係禁止呢啲太監類似嘅太監嗰啲人咧係加入信仰嘅共同體嘅。其中一個經文就是《申命記》23章1節。咁啊，其中有一段經文咧就係記載喺《申命記》23章1節嗰度。不是我們的和合本聖經、新譯本聖經清楚地給我們說明。唔係我哋個和合本嘅聖經裏邊，係新譯本嘅聖經咧係清楚咁樣話俾我哋聽。睾丸受傷的或生殖器被割除的，不可進耶和華的會。睾丸受傷嘅或者生殖器被割除嘅，唔可以進入耶和華嘅會。這個太監就是這樣的人。太監就係咁樣嘅情形啦。按照舊約的話，按照舊約的道理來說呢，他不可能加入信仰的共同的教會裡面來。按照舊約嘅時代咧，係禁止呢啲類似太監嘅人咧加入信仰共同體嘅。但是這樣的太監呢，今天信耶穌而受洗了。但係今日呢個太監信耶穌啦，佢而且受洗添。今天的經文給我們看呢，上帝的救恩呢，不再有限制。咁我哋可以係從今日嘅經文嚟睇咧，我哋睇到上帝嘅救恩咧，唔再有咩限制，超越種族、地位以及身份呢，向所有人打開門啦。係超越咗種族啦、地位啦同埋身份，向所有人咧係打開嘅呢個門㗎。我上次有關的同性戀呢，我跟你們講過了。咁啊，上一次咧我都同大家講過啦，同性戀。同性戀者可以不可以信耶穌？你話同性戀者可唔可以信耶穌咧？同性戀者可以不可以加入教會來？你話同性戀者可唔可以加入教會？他們都跟我們呢都一樣的人，都是罪人呢。佢哋都係同我哋一樣啦，都係罪人。所以認罪悔改。所以認罪悔改，而接受耶穌為自己的救主，而接受耶穌為我哋嘅救主，而且放棄自己的罪，而且咧係放棄自己嘅罪，討厭我們一切的罪，討厭我哋以前所犯嘅罪。那麼我們呢，跟我們其他的信徒教會裏面呢一起生活，沒問題的嗎？咁啊，同其他咧喺教會裏邊一齊生活嘅信徒咧，都係冇分別㗎。但是仍然呢，堅持自己的罪保持自己的罪，而只是信耶穌，這就是不對的嘛。但係如果你係仲係堅持著自己嘅罪咧，而嚟信耶穌咧，咁樣係唔啱㗎。福音的門呢，向所有人打開了。福音嘅門係向所有人打開，所以所有人認自己的罪，而接受耶穌為自己的救主，就是非常好。所有人係認咗自己嘅罪而悔改而接受耶穌，咁樣係一件非常好嘅事。黑人也好，無論佢係黑人都好，白人也好，白人又好，黃人也好，黃色皮膚嘅人又好。還有什麼皮膚呢？我哋咩皮膚呢？紅色的也有。無論怎麼樣，無論係咩點樣，什麼種族，無論咩什麼民族。什麼身份、什麼地位的人都能接受耶穌為自己的救主，都能夠係接受主耶穌為我哋嘅救主。腓利傳福音的路程，喺腓利傳福音嘅路程有一個特點的，佢係有一個特點嘅，就是被上帝引導。就係咧，佢係被上帝引導。今天的經文清楚地給我們說明。喺今日嘅經文咧，好清楚咁話俾我哋聽。上帝救恩的發展呢和方向完全在上帝的引導之下進行了。係上帝嘅救恩嘅發展同埋佢方向，完全都係上帝引導之下咧係進行噶。他去哪兒？佢邊度？上帝引導了。係上帝引導佢。要見面誰？要見邊一個？上帝引導了。係上帝引導佢。具體地說，聖靈親自安排而引導了
腓利要去遇見的人那裏。咁啊，具體嚟講咧，係聖靈親自咁安排同埋引導呢個腓利去見佢所要見嘅人。誰安排而引導？係邊個安排佢去嘅咧？聖靈。就係聖靈。所以使徒行傳有別號叫聖靈行傳的。所以喺使徒行傳有一個別號咧，就叫做聖靈行傳。引導教會歷史和方向的就是聖靈。咁啊，引導教會嘅歷史同埋方向咧，都係聖靈。照樣引導我們個別基督徒人生方向也是聖靈啊。咁啊，照樣引導我哋咧係個別嘅基督徒人生方向，亦都係呢個聖靈。聖靈引導我們每一位基督徒。聖靈引導我哋每一位基督徒。因為基督徒與聖靈的關係啊如此重要。咁啊，因為基督徒同聖靈嘅關係係咁重要嘅。為了那些已受洗但還沒有受聖靈的撒瑪利亞基督徒，2位使徒特意探訪而按手禱告，使他們領受聖靈了。為咗呢啲已經受洗而未接受到聖靈嘅撒瑪利亞基督徒，咁咧有2位使徒係特登咁樣去探訪佢哋，並且為佢哋按手禱告，讓佢哋咧係接受聖靈。今天和下一次借着2次的講道，我給你們呢講有關被聖靈引導的方法。咁喺今日嘅講道咧，同埋下一次嘅講道咧，我都會提及聖靈引導嘅方法。所以今天呢，我講到的題目就是什麼？所以我今日講到嘅題目咧係咩啊？今天我講到的題目就是什麼？今日講到嘅題目係咩嘢咧？現在這兒屏幕裡面看不見，那麼再看呢程序單，再看一下就是什麼？大家睇下你哋嘅單張，今日講到嘅題目係乜嘢？好，就什麼？你要被聖靈引導。下個禮拜天我想講你要被聖靈引導。2。下個禮拜嘅題目咧就係你要被聖靈引導。2。今天1，下個禮拜天。今日係講1，下個禮拜係講2。為了經歷聖靈的引導，我們都要了解下4個方面的內容。咁啊，為咗經歷到聖靈嘅引導，咁我哋咧要好了解以下呢4個方面。第一呢？第一，我們準備一起念。我哋大家一齊嚟念。第一是什麼？一起念。一齊念。要承認上帝的引導裡，我們的常識和先見呢，都是不一樣。我們都要承認。我哋都要承認。上帝的引導，上帝嘅引導呢，與我們的常識和先見多次不一樣，係同我哋嘅常識同埋先見呢，多次都係唔一樣。有的時候呢，我們所想，哎呀，這是對，這是正確，也要做，但是上帝的引導是經常或者多次不一樣，跟我的所想的不一樣。好多時候呢，我哋自己心諗話，我哋去做呢件事係啱嘅。咁但係咧，因為聖靈嘅引導，就會話俾我哋聽，唔一樣。這是基督徒經常經歷的事情。呢啲係基督徒經常嘅咧經歷過嘅事。所以我們能承認以賽亞書裡面說的話是真對。所以我哋咧就可以承認到喺以賽亞書講嘅説話咧，真係好啱啦。以賽亞書55章8節到9節話說什麼呢？喺以賽亞書55章8同埋9節嗰度裡面講咗啲咩咧？耶和華說，上帝自己說，耶和華講係佢自己親自講，我的意念非同你們的意念，我嘅意念非同你哋嘅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們的道路，我嘅道路非同你哋嘅道路。都要記住，上帝對我們說，我的意念非同你們的意念呢。大家都要記住，係上帝親口對我哋講嘅，我嘅意念非同你哋嘅意念。天呢，怎樣高過地，照樣我的道路高過你們的道路。天係點樣高過地，照樣我嘅道路係點樣高過你哋嘅道路。我的意念高過你們的意念呢。我嘅意念係高過你哋嘅意念。上帝的意念，上帝的道路高過我們的意念，我們的道路。上帝嘅道路，上帝嘅意念係高過我哋嘅道路，高過我哋嘅意念。
上帝怎么引導我們？上帝點樣引導我哋？上帝帶領我們的方法，上帝帶領我哋嘅方法，引導的方法，佢引導嘅方法，完全超過我們所想的方法。完全係超過我哋所想嘅方法。我在中國大陸事工的時候啊，喺我喺中國大陸事工嘅時候，夏天比較多有短期宣教隊來中國。喺夏天咧都係比較有好多短期宣教隊咧係嚟到中國㗎。有的短宣隊從美國來，有啲短宣隊咧喺美國嚟㗎。有的短宣隊從韓國來，有啲隊伍咧係從韓國嚟㗎。我經常帶着他們呢進到農村的家庭教會，與當地的基督徒聚會。咁咧，我經常咧帶住佢哋去啲農村嘅家庭教會裏面，同當地嘅基督徒咧一齊聚會。可能你們呢在中國國內來，可能咧你哋喺中國國內嚟，如果不是農村出身的人的話呢，假如你唔係農村出身嘅話咧，你們呢這個了解農村地方的生活比我還不好。咁咧你哋對於農村嘅生活咧，就唔及我啦，我會清楚得多。我中國國內的就是大部分的宣教工作都是在農村地方裏面。我大部分咧喺中國宣教嘅生活咧都喺農村裏面㗎。我接觸知識分子很少。我所接觸嘅知識分子咧就好少。無論怎麼樣，帶領他們進到農村的家庭教會裏面去。無論點啦，我就帶領呢啲隊伍咧去到農村嘅家庭教會裏面。現在也是我去中國大陸，就是特別注意的，每一次這個注意的就是安全問題。咁咧好似而家我經常去到做宣教嘅時候咧，都係每次都要注意裡面嘅安全問題。因為外國人呢參與中國人的宗教活動是非法的。咁因為外國人參與中國人嘅宗教活動咧係屬於非法嘅。到每個地方，每到一個地方，或者帶着短宣隊到每個地方，或者帶領呢班短宣隊咧去到每一笪地方，我們開始聚會。我哋咧開始聚會，但一聽公安來的消息，但係一聽到話公安嚟啦，哎呀，公安來，公安嚟啦，警察來，警察嚟啦。雖然呢聚會進行當中不得不離開那兒，逃到別的地方去。咁雖然咧我哋係聚會進行中嘅，但係不得咧不離開嗰笪地方，要去到第二笪地方去啦。有的短宣隊漆黑的晚上逃出來，並要爬山上去了。咁仲有啲咧短宣隊咧喺漆黑嘅晚上咧就逃走出嚟，然後要爬到去山上面。所以短宣隊到中國來，我每次先囑咐他們。所以咧，每一次呢啲短宣隊嚟到中國嚟咧，我都會囑咐佢哋嘅。要承認而學習聖靈出人意外的引導。就係要承認同埋學習聖靈有出人意外嘅引導，並要感謝聖靈出人意外的引導。並且咧係要感謝聖靈咧有出人意外嘅引導。旅行，有隻旅行啦，活動有活動啦，或教會生活都有習慣規規矩矩做的人或者喺教會生活咧都係習慣咗規規矩矩咁樣做人噶。教會的禮拜按照程序規規矩矩去做的。好似教會咧係按住程序咁樣規規矩矩咁樣去進行。這樣的人呢，受不了經常發生的出人意外的變化。呢啲咁樣嘅人咧，佢會受唔住咧，經常發生啲出人意外嘅變化。按照程序我看呢，下一次必要唱歌。咁按照個程序咧，下一個項目就係要唱歌。為什麼牧師突然呢，讓我們呢，就是做禱告呢？咁點解呢個牧師突然之間又話要我哋做禱告咧？習慣呢規規矩矩地去做的人呢，受不了有一些的變化。習慣咗規規矩矩咁按住程序去做嘅，係受唔住呢啲咁樣嘅突然嘅變化㗎。然而要放棄自己的主意和先見呢？
但係我哋係要放棄自己嘅主見同埋先見，并要感謝而接受其變化為上帝奇妙的引導。並且咧我哋要感謝同埋要接受呢啲咁樣嘅突然其來嘅變化，為上帝嘅美好嘅引導。這正是基督徒必要的訓練。呢啲咧係基督徒咧係必須要有咁樣嘅訓練㗎。為什麼？點解咧？因為上帝的道路，上帝的意念高過我的道路，高過我的意念呢？因為上帝嘅道路，上帝嘅意念係高過我嘅道路同埋我嘅意念。第二，一起念一下吧。我哋大家一齊嚟練。起，為了好好被聖靈引導，先要好好了解聖靈是誰。先我們都要了解聖靈是誰。首先我哋就要了解到聖靈係邊個。你們了解聖靈是誰呢？你哋了解到聖靈係邊個呢？聖靈是三位一體裏的一位。聖靈就係三位一體嘅裏面嘅其中一位。哪位是三位呢？邊三位呢？聖父、聖父、聖子耶穌、聖子耶穌，還有聖靈就。仲有聖靈。所以聖靈三位一體裏的一位，所以係三位一體裏面嘅一位，又是上帝的靈，又係上帝嘅靈，又是耶穌的靈，又係耶穌嘅靈。他也參與創造萬物的事工，佢都有參與創造萬物嘅事工。他是無所不在的，佢係無所不在。無論到哪兒，無論喺邊度，聖靈也在那兒。聖靈就喺嗰度。有肉體的耶穌不像那樣的，有肉體嘅耶穌就唔係咁樣。有肉體的耶穌在地上的時候，他不是無所不在。喺有肉體嘅耶穌喺地上，佢就唔係無所不在。耶穌在耶路撒冷的時候，他不在，就是中國裏面的。耶穌嘅肉體喺耶路撒冷嘅時候，佢嘅肉體唔係中國裏面嘅。他在撒瑪利亞的時候呢，不在耶路撒冷裏面的。佢喺撒瑪利亞嘅時候，佢唔喺耶路撒冷裏面。但是這位聖靈是不一樣，但係呢位聖靈就唔一樣啦。因為聖靈是靈，因為聖靈就係靈，他是無所不在的。佢係無所不在。現在我們在這兒聚會，我哋而家喺呢度聚會，這裡有沒有聖靈與我們同在？呢度有冇聖靈與我哋同在呢？聖靈與我們同在，聖靈係與我哋同在㗎。那麼聖靈與我們同在，抓住聖靈，聖靈啊，你不要到別的教會去。咁啊，你知道聖靈喺呢度啦，你又捉住佢，哎呀，你唔好去第二個教會啊！聖靈啊，現在你要留在我們的教會裡面，不要到法拉盛會裡過去。聖靈啊，你要留喺呢度同我哋一齊同在，唔好去法拉盛嘅衛理公會嗰度啊！可能有耶穌的話，我們必要求抓住他。如果耶穌喺度嘅話，我哋必須係會捉住佢，咁樣要求佢。如果呢，當時耶穌在地上的時候呢，肯定要抓住耶穌。如果當時耶穌喺地上嘅話，我哋必會係咁樣捉住佢嘅。但是聖靈是不一樣，但係聖靈就唔一樣啦。聖靈是無所不在的。聖靈係無所不在。我們在這聚會的時候，聖靈與我們同在。我哋喺呢度聚會，聖靈與我哋同在。同時間呢，許許多多的教會啊，他們做禮拜的時候，聖靈同時與他們同在。喺同時間咧，喺其他一啲教會好多嘅教會裏面，聖靈都係與佢哋同在噶。我開玩笑地說，我咧開個玩笑咁樣講。你在廁所裡面的時候，聖靈是不是與你同在？如果你喺廁所裏面，你話聖靈有冇與你同在？是不是？有冇？你們在廁所裡面呢？如果你喺廁所嘅話，我故意用廁所的詞彙。我特登咧係要用廁所呢個詞彙。聖靈與你同在嗎？你話聖靈有冇同你同在？是的，有。無論在哪，無論環境，無論怎麼樣的環境，無論喺邊度，無論咩環境，能與我們同在。聖靈都能與我哋同在。因為他是無所不在的。因為佢係無所不在。聖靈是全知全能的。仲有聖靈係全知全能。在五旬節替耶穌升天，替耶穌降下來了。喺五旬節嘅時候，佢就代替咗耶穌降落嚟。所以現在有肉體的耶穌不在地上，有肉體嘅耶穌已經唔喺地上，但是看不見的耶穌的靈，聖靈
就在我們中間呢。但係睇唔見嘅耶穌嘅靈就喺我哋當中，聖靈並住在信耶穌的人裏面呢，聖靈咧並且住喺我哋信耶穌嘅人嘅裏面，也同在我們身邊呢。亦同在喺我哋嘅身邊。他是教導真理的最好的老師，佢係教導真理最好嘅一位老師，又是感動而引導基督徒的好牧者。又係感動而引導基督徒嘅好牧者。聖靈不是耶和華的證人所主張的能力或影響力，聖靈咧唔係耶和華嘅證人所主張嘅能力同埋影響力，乃是有人格與基督徒對話的，而係咧佢係一個有人格嘅，可以同基督徒對話，好像我們互相對話一樣。就好似我哋互相交通對話一樣。我對米蘭達姊妹，我對牧師咁樣講，牧師，今天呢早晨你來的時候呢，這個高速公路上有什麼問題？你今日嚟嘅時候咧，喺高速公路上面有啲咩問題啊？給我回答啦。今天今日咧喺高速公路嗰度咧有架車，不要做快，給我回答。有着火，有個車着火了。所以聖靈真的跟米蘭的姊妹一樣，與我們對話的。所以聖靈咧就好似我哋啱啱同我同牧師對話一樣。聖靈聽見我們對他說的話，聖靈係聽到我哋對佢說話，並且對我們說話，並且咧佢會對翻我哋說話。所以我們基督徒都要受訓練，應當聽聖靈眾教會所說的話。所以咧，我哋基督徒咧都要係受到訓練，應當咧係聽到聖靈向眾教會所講嘅話。我們都要受訓練呢，應當聽聖靈向我們自己所說的話。所以咧，我哋就要訓練到聖靈咧係向我哋自己嚟講說話。我們呢向聖靈能說話，我哋能夠向聖靈講話，但係關鍵是聖靈對我們說話，我們應當聽嗎？或者聽得見嗎？關鍵咧就係當聖靈對翻你講說話嘅時候，你聽唔聽得到呢？所以我們呢看使徒行傳的時候呢，我們要注意看的。所以我哋睇使徒行傳嘅時候，我哋就要留意啦。今天的經文裏面也是一樣的，聖靈對腓利說話。喺今日嘅經文裏面一樣，就係聖靈對腓利說話。但是腓利聽不見的話，他怎麼能知道聖靈的引導？如果腓利係聽唔到聖靈對佢說話嘅，佢又點知道聖靈對佢嘅引導呢？所以我們基督徒都要受訓練，應當聽聖靈對我們所說的一切話。所以我哋基督徒咧都係要受到呢啲咁樣嘅訓練，能夠聽到咧聖靈向我哋說話。好，第三呢？第三，好，一起念一下吧。大家一齊嚟念。都要領受聖靈，就要經歷被聖靈充滿了。都要領受聖靈，都要領受聖靈，就要經歷被聖靈充滿了。就要經歷被聖靈充滿。認識聖靈，我哋認識聖靈啦，與單單了解聖靈是兩碼事。同埋單單咧係了解呢個聖靈咧係兩回事嚟嘅。聖經裏面有聖靈啊。聖經裏面就提及聖靈。聖經講聖靈啊。聖經又講聖靈啦。我學過了，聖經是怎麼樣的一位？咁樣我又學到啦，聖靈係點樣嘅一位？那麼我問呢，你認識聖靈嗎？咁我就問你啦，你認識聖靈嗎？所以自己知道或者了解聖靈跟呢認識聖靈完全兩碼事。所以咧就話你知道嘅聖靈同埋去了解呢個聖靈咧係兩回事嚟嘅。好像就好似你們知道奧巴馬嗎？你哋識唔識奧巴馬？你們知道奧巴馬是誰？咁你知道奧巴馬係邊個啊？美國總統啦。佢係美國總統。奧巴馬現在他住在哪？咁奧巴馬而家住喺邊啊？住在哪？住喺邊？白宮啊。係白宮。他的妻子叫什麼名啊？佢個妻子係叫咩名咧？Michelle。他有幾個女兒啊？佢有幾個女啊？2個女兒。有2個女。他的女兒的名字叫什麼？佢2個女叫咩名啊？記不清楚。就記唔到啦。哇！
你知道奥巴马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咁你咧就知道啊，奧巴馬到底係一個咩人？你了解奧巴馬是怎麼樣的？你了解奧巴馬係咩嘅人？但這樣的知識，但係咁樣嘅知識咧，那麼剛才問你啊，我啱啱就問你啊，你認識奧巴馬嗎？你識唔識奧巴馬？你有沒有見面呢？奧巴馬？你有冇同佢見過面啊？你有沒有與奧巴馬說話了？你有冇曾經同奧巴馬講過説話？你有沒有與奧巴馬吃過飯呢？你有冇同奧巴馬食過飯啊？你有沒有叫奧巴馬的名字啊？你有冇叫奧巴馬嘅名咧？或者奧巴馬有沒有叫你的名字？又或者奧巴馬有冇叫過你嘅名咧？實際上我們不認識奧巴馬，實在我哋係唔認識佢嘅。實際上我們與奧巴馬沒有關係的。實在我哋係同奧巴馬係冇乜關係。所以認識聖靈與了解聖靈完全兩碼事。所以你認識聖靈同埋去了解聖靈咧係兩回事。我們要認識聖靈，我哋要認識聖靈。換句話說，要與聖靈建立個人親密的關係。所以咧要同聖靈咧係建立個人親密嘅關係。也能說要經歷被聖靈充滿。亦都能夠講咧話要經歷被聖靈嚟充滿。若有人說我信耶穌，如果有人同你講我信耶穌㗎，聖靈在我裡面，聖靈咧喺我裏面啦，我已經受洗了，我已經受咗洗啦，不需要聖靈來，係唔需要聖靈嚟啦，不需要聖靈降來。唔需要聖靈咧係降臨。他說的對，對不對？你話佢講得啱唔啱？他說的對的話呢？如果你話佢講得啱嘅話，彼得和約翰呢，不必到撒瑪利亞去給他們按手，使他們經歷被聖靈充滿。咁啊，彼得同埋約翰咧就係唔需要去到撒瑪利亞為佢哋按手做禱告，被聖靈充滿。彼得和約翰呢，他們呢，這個還沒有到撒瑪利亞去的時候呢，撒瑪利亞的人已經信耶穌而奉耶穌的名受過洗了。喺彼得同約翰未去到撒瑪利亞嘅時候咧，撒瑪利亞人已經係接受咗耶穌同埋受咗洗噶啦。你若是像撒瑪利亞信徒一樣呢，只奉耶穌的名受了洗，但聖靈還沒有降在你自己身上的基督徒，你必要經歷被聖靈充滿。假如你就好似撒瑪利亞信徒咁一樣啦，信咗耶穌受咗洗，咁咧但係咧聖靈降臨喺自己未降臨喺自己身上嘅基督徒，咁你就必須咧要好佢哋咁樣一樣經歷被聖靈充滿。你必要經歷聖靈所賜的能力和恩賜。你必要咧係經歷聖靈咧所賜俾你嘅能力同埋恩賜。像撒瑪利亞的基督徒一樣的，就好似撒瑪利亞人基督徒一樣。信耶穌多久無所謂，你信咗耶穌幾耐冇所謂。今天信耶穌也可以被聖靈充滿。喺你或者今日先信耶穌嘅，被聖靈充滿都唔緊要。你被聖靈充滿的時候，可以或者可能說方言。喺你被聖靈充滿咗嘅時候，可能你會識得講方言，或能說預言，又或者你能夠講預言，或能從內心發出讚美來，又或者咧係從你嘅內心能夠發出讚美嚟，或能顯出各樣恩賜來，或者咧顯出各樣嘅恩賜。可是要注意，但係要留意啦，經歷被聖靈充滿不是我們信仰生活的最終目的。經歷被聖靈充滿咧，唔係我哋信仰生活嘅最終嘅目的。我們基督徒都要被聖靈充滿，但是被聖靈充滿不是我們信仰生活的最終的目的。我哋基督徒咧都係需要被聖靈充滿，但係經歷被聖靈充滿唔係我哋基督徒信仰生活裏面嘅最終嘅目的。我們借着這樣被聖靈充滿的經歷，更能親近主耶穌。我哋藉住咁樣被聖靈充滿嘅經歷咧，能夠更加親近主。借着這被聖靈充滿的經歷，又能體驗聖經話語的真實性啊！被聖靈充滿嘅經歷咧，又能夠體驗到聖經話語裏面嘅真實性，也又能具體地分辨聖靈的引導，又能夠咧具體咁樣分別出聖靈嘅引導。最後第四項，一起念一下。我哋大家一齊嚟念。其要了解聖靈對我們說或引導的方法。我們都要了解聖靈對我們說或引導的方法。
我哋要了解到聖靈對我哋講嘅說話或者引導嘅方法。很多基督徒以為啊，上帝的引導或聖靈的引導是一種含糊的感覺。咁啊，好多基督徒咧以為上帝嘅引導或者聖靈嘅引導咧係一種好含糊嘅感覺。含糊的感覺。一種好含糊嘅感覺。啊，有沒有那樣的感覺？有冇咁樣嘅感覺咧？啊，是不是上帝引導我？係咪上帝引導我嘅咧？可是聖經描寫聖靈的引導是清楚的，又是具體的。咁啊，但係喺聖經裏面描寫到咧，聖靈嘅引導咧係好清楚而且好具體嘅。今天的經文裏啊，有3種上帝引導的方法出現的。喺今日嘅經文裏面咧，有3種係上帝引導嘅方法咧出現咗啦。第一呢？第一，天使。講到天使嘅。26節。喺26節嗰度睇到。在哪看呢？喺26節嗰度可以睇到。向腓力主的使者就是天使出現而引導他的路啊。向腓力主嘅使者就是天使出現而引導佢嘅路。聖經說主的使者。聖經話主嘅使者。換句話說是天使。換句話就係天使。他出現來引導他的路。引導腓力嘅路。遇見天使不是經常能經歷的。遇見天使咧唔係話經常能夠經歷到㗎。我自己還沒有經歷過。我自己本人咧就未經歷過。但是除了舊約聖經以外啊，新約聖經裏面看得見的很多人，他們經歷遇見天使。咁啊，除咗喺舊約聖經以外咧，喺新約聖經裏邊咧都睇到好多人咧係遇見天使嘅經歷。新約聖經裏面遇見天使的有誰呢？咁喺新約聖經裏面咧見過天使嘅有邊幾個咧？先有按照肉體上耶穌父母的約瑟和瑪利亞。咁啊，按照肉體嚟講咧，就係佢哋顯現俾耶穌嘅父母約瑟同埋瑪利亞。施洗約翰的父親名叫什麼？施洗約翰的父親名叫什麼？上次我們平安夜晚上，我們還有已經問答了。撒加利亞。咁仲有咧，施洗約翰嘅爸爸撒加利亞。這個耶穌出生的時候，伯特利曠野的牧人們。仲有咧，喺耶穌出世嘅時候咧，喺伯大利曠野上邊嘅牧羊人。耶穌復活以後來墳墓的女人們。咁啊，仲有耶穌復活咗之後咧，喺墳墓裏面嗰班女人。耶穌升天的時候，當時站在地上的他的門徒們。咁啊，仲有喺耶穌升天嘅時候站喺地上嘅耶穌嘅門徒們。出監獄出來的就是彼得。仲有咧，喺監獄出嚟嘅彼得。還有羅馬人的百夫長哥尼流，聖經還沒有，我們使徒行傳裏面還沒有，就是到那經文呢。咁咧，仲有咧羅馬人百夫長哥尼流，以及保羅等都經歷了遇見天使而被引導。同埋咧，仲有保羅等等，佢哋都經歷過見到天使嘅被引導。今天的腓力，他經歷天使的引導。仲有今日講嘅腓力，佢亦都被天使引導。還有第二咧，腓力經歷這個人被聖靈引導。仲有係腓力被聖靈嘅引導。在29節看呢，聖靈對腓力說話了。喺29節嗰度，我哋可以睇到咧，聖靈係對腓力說話啦。聖靈對腓力說話，腓力聽見聖靈說的話呢。咁29節嗰度話聖靈對腓力說話，腓力亦聽到聖靈對佢講嘅說話。這方面的引導，在下次的講道更詳細地分享吧。咁呢一方面嘅引導咧，喺下一次嘅講道咧，我會更加詳細咁同大家分享。第三呢？第三，被聖靈提去，就係被聖靈提去。在39節看呢，我哋可以睇到39節裏面，聖靈把腓力提了去別的地方。講到咧，聖靈咧係將腓力提到去第二笪地方。我在這兒，聖靈把我突然提到法拉盛那裡去。我就好似打個比喻，我企喺呢度，聖靈咧將我提到突然之間去到法拉盛嗰度。哇，奇妙的事情！哇，真係好奇妙啦！這是聖經上罕有的例子。呢啲咧係聖經上面咧好罕有嘅例子。像中國
武俠小說裏面的縮地一樣的現象。咁咧就好似喺我哋睇中國嘅武俠小說裏面啦，縮咗喺地下遁地一樣。哇，在這兒明明喺呢度嘅，好，他跑馬上到別的就是外面的地方啦，到那裏。咁咧突然之間跑啊，可以去到好遠好遠嘅地方嗰度。但是我們的聖經列王記上18章裏面也有例子。咁喺我哋列王記上18章嗰度咧，亦都有咁樣嘅例子。以利亞就講到以利亞。以利亞在加密山呢，經歷上帝火焰呢降下來。講到以利亞咧喺加密山上面經歷到上帝嘅火焰從天上面降落嚟。之後呢，咁跟住之後咧，他以聖靈的能力比馬車上的亞哈王跑得更快了。佢以聖靈嘅能力咧係比喺馬車上面嘅亞哈王跑得更加快。他告訴亞哈，你要上馬車到那裏去，耶路撒冷去。佢對亞哈王講，佢話你而家要上馬車，然後即刻去到耶路撒冷嗰度。然後他奔跑，然後佢自己就喺度奔跑。但是在這個亞哈王前面跑。而佢係跑喺亞哈王嘅馬車前面嘅。這是誰自己的能力？不是聖靈的能力，抓住他提到別的地方去。呢啲唔係出於佢自己嘅能力，係聖靈嘅能力咧，將佢提到去嗰度噶。我好久前呢聽過了，在中國80年代的一位這個傳道人呢，他名叫這個亞居拉張啊，他的經歷也是像呢腓力一樣，從一個地方被提到另外一個地方去了。咁我好耐以前咧，曾經聽過咧喺中國80年代嗰陣時，有一個傳道人叫做亞居拉張嘅經歷，佢都係好似腓力而家今日一樣啦，由一笪地方被提到去另外一笪地方嗰度。所以今天的經文裏面出現的這個被聖靈或者上帝引導的腓力的經歷啊，喺今日嘅經文咧講到腓力咧係被聖靈引導嘅事件。其中啊，第一個經歷還有第三個經歷就是特殊的經歷啊。其中咧係呢個第一同埋第三嗰個經歷咧係比較特殊嘅經歷，不是普遍的方法。呢啲唔係普遍嘅方法。然而第二，但係咧喺第二點嗰度，聖靈對我們呢說話而引導的方法比較普遍的方法。係講到聖靈對我哋講話而引導我哋嘅方法咧係比較普遍嘅方法嚟。我們自己能經歷的方法。呢啲我哋自己咧能夠經歷過嘅方法嚟嘅。我下一次再分享。我可以喺下一次咧再同大家分享。為了經歷被聖靈充滿的，為咗咧要經歷到被聖靈充滿，為了經歷被聖靈充滿呢，你要有渴慕的心呢。為咗經歷到被聖靈充滿，你首先咧要有一個渴慕嘅心。哎呀，被聖靈充滿也好，被聖靈充滿都好。哎呀，沒有經歷也好，冇呢個經歷都得。哎呀，只要信耶穌就夠了就好。只要信耶穌就夠啦。如果那樣的話，彼得和約翰呢，為什麼到撒瑪利亞去，給他們按手禱告，使他們被聖靈充滿呢？咁如果你話咁樣就得噶啦，咁樣點解彼得同約翰要去到撒瑪利亞為佢哋按手禱告嚟接受呢個聖靈呢？不必要被聖靈充滿呢？為什麼他們特意探訪撒瑪利亞去了？咁不必要被聖靈充滿，咁點解佢哋特意要去到嗰度為佢哋按手禱告呢？為了叫他們呢受聖靈啊。係為咗咧，係叫佢哋咧能夠接受到聖靈。所以我們都要渴慕的心呢，並自己要祈求聖靈充滿我。所以我哋要有渴慕嘅心，並且祈求咧係被聖靈充滿我。求聖靈充滿我。求聖靈嚟充滿我。我們自己要做禱告，好像五旬節當時的門徒一樣，他們禱告的時候，五旬節聖靈降臨在他們的身上。就好似當時五旬節嘅使徒咧喺度禱告，然後聖靈降臨喺佢哋當中。或要請被聖靈充滿的基督徒來為你禱告。又或者咧請一啲被聖靈充滿嘅基督徒咧係為你禱告。特別請為你按手禱告。特別咧係請佢哋咧係能夠為我哋按手禱告。這就是撒瑪利亞基督徒經歷的事情。呢啲就係撒瑪利亞基督徒嘅經歷過嘅事情。無論怎麼樣，無論係點，
我们基督徒都要经历被圣靈充滿呢，我哋基督徒都要被聖靈經歷到被聖靈充並滿，特別現在都要被聖靈充滿了，並且特別咧係現在就要被聖靈充滿，不是1年前經歷的，唔係話1年前而經歷㗎，不是10年前經歷的，唔係話10年前經歷過㗎。最重要的就是什麼呢？最重要嘅係咩咧？現在要被聖靈充滿。就係現在要被聖靈充滿。我有我手機啊，話我有手機，哎呀，但是找不到，揾唔到喎。哎呀，請你借給我你的手機啊，打個電話。可唔可以借你個手機俾我打一個電話？他遞給我手機，咁咧佢就遞個手機俾我啦。想用手機，咁啊想用個手機，打不通啊，係打唔通嘅。有什麼問題啊？係有啲咩問題咧？沒有電啊。係咪冇電啊？跟他說，現在沒有電了。你同佢話冇電啦。昨天有電了。琴日都有電㗎。他說昨天有電了。佢話琴日有電啦。前天有電了。前日都有電㗎。一個禮拜前有電了。一個禮拜前都有電。但是現在沒有電了，現在沒有手機沒有電了。但係而家咧，我個手機就冇電。那麼昨天電了，前天電了，一個禮拜前有電了，但是現在沒有電了，那麼手機有沒有用啊？咁你話到琴日有電啊，前日有電，一個禮拜前有電，咁啊但而家冇電，你話你個手機有冇用啊？基督徒被聖靈充滿的經歷也是一樣啦。基督徒被聖靈充滿嘅經歷都係一樣。以前我被聖靈充滿，以前我被聖靈充滿。更重要的就是什麼時候？更重要嘅係咩時候呢？今天呢？就係現在要被聖靈充滿，係要被聖靈充滿。因為被聖靈充滿的時候，因為當被聖靈充滿嘅時候，我們日常生活上能被聖靈引導。咁喺我哋日常生活上面咧，能夠被聖靈引導。我要做什麼？我要做啲乜嘢？我要怎麼決定好？我要點樣去做決定？聖靈引導我們，由聖靈引導我哋，聖靈帶領我們呢，由聖靈嚟帶領我哋，並能成為得勝的基督徒，並且能夠成為一個得勝嘅基督徒。我祝願你們都常常被聖靈充滿。我祝願你哋咧係常常被聖靈充滿。我們一起禱告。我哋一齊嚟禱告。天父啊，通過今天的經文呢，我們看到腓利的經歷。腓利是被聖靈充滿的，他有智慧充滿的，不是自己的能力，都聖靈的恩膏，聖靈的恩典。他去撒瑪利亞傳福音呢，他曠野見面了埃提阿弗的太監呢，這不是偶然的，這不是自己的想法，上帝引導他了，聖靈對他說話了，你要怎麼樣怎麼樣，聖靈對他說話了，他順從。天父啊，我們的日常生活上，我們都需要上帝的引導。我怎麼決定好呢？我要選擇什麼呢？我要往哪裡去呢？我們每一個人都需要聖靈的引導。求你讓我們明白聖靈怎麼引導我們，讓我們明白上帝怎麼引導我們。求聖靈充滿我們。無論多久行了，這不是重要的。求你聖靈現在充滿我們每一個人。聖靈啊，你親自來降在我們每一個人的身上呢，讓我們呢敞開自己的心門來歡迎聖靈降臨來。聖靈啊，求你充滿我們呢，讓我們腓利一樣經歷被聖靈充滿呢。讓我們呢像腓利經歷聖靈的引導，讓我們天天被聖靈充滿。
圣灵啊，欢迎你来充满我们，从我们的里面的一切的诡诈，我们里面的一切的黑暗呢，里面一切的肮脏的，我们认罪而除掉，预备我们的心呢，预备我们的心为纯正的心呢，求圣灵来充满我们，圣灵啊降在我们身上，圣灵啊恩膏我们呢，圣灵啊浇灌在我们的身上呢，让我们成为与圣灵同走的人呢，让我们成为圣灵同坐的人呢，让我们成为得胜的基督徒。求你恩待我们所有帮我去为你公会的你的儿女们呢，都被圣灵充满。谢谢你的恩典，谢谢圣灵的引导，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